国内发生今年头一站这病院内面膜的群聚事件，疾管署公布今仔日增加4例膜的确诊病例，是进前公布越南探亲带病入境的中部40多岁男性。伊伫病院有接触到其他的家属，也有接触到这护理人员甲清洁人员，甚至是有一个共一个飞行机班的旅客也来确诊咯。目前这接触者有152个人，政府也拢有伫咧监测。 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件鼻麻疹群聚，疾管署10月公布新增加4位麻疹确诊病例，包括3例国内感染加1个境外移入，其中3例国内感染的是进前公布越南探亲境外移入的中部40几岁男性，伫病接触的陪病家属，一个病的护理人员、清洁人员，另外一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甲指标个案坐共一班飞机的旅客。 这个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呢，到目前为止，包括指标个案，总共有5人的一个确诊的一个个案。那目前的接触者呢，包括医护人员，包括同班机的一个旅客，那大概有152人。那这些人呢，我们都会持续在追踪当中。那这个群聚事件呢，我们会持续监测到1月5号。 对这边病群聚，疾管署甲地方政府卫生局在设到这间病一个轰炸，建议病院加强相关监控措施，同时也建立员工自主健康监测机制，停办年底院内大型活动，办院内麻疹感染管制教育训练等防治作为。皮肤科医生讲，麻疹传染力正强，会让对空气甲细菌传播。常常看到的镜头包括脑痛、发烧、流鼻水、咳嗽，一个目睭感冒炎。因为在密闭空间呢，它传染速度是非常快的。 所以，假使没有打过疫苗的人，事实上其实只要接触这个有麻疹的人得到之后呢，他感染的机会是非常高，一个人就可以传染到将近20个人这样一个速度。医生提醒讲，高风险族群包括幼婴、有生的妇女、是大人，一个免疫力功能较歹的民众，得到麻疹了可能会造成肺炎、脑膜炎，死亡率要加10%。若预防麻疹，除了爱避免去人侪所在，也要管水安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